继续来看台南的警方透早5点外的巡逻，发现头前一台车红灯正月，就要甲砸落来。结果对方是吹油门，赶紧驶离开，转去弄到人的人家厝。警方是落车压枪来戒备，甲驾驶为车顶甲扭落来。原来这颗有啉酒，加在无人伤亡。原因看到头前这台轿车违规红灯正月要甲砸，驾驶无插意，要逃走，买手去弄到人家厝。警方落车请行出来，爱驾驶赶紧乖乖配合，最后将人带离开。驾驶座发现讲原来有啉，嘣一声很大声啊！他连里面那个玻璃都给人家撞破了。喝酒不应该啦。真的。您这少年的哦，男饮酒还要塞车，5、6个检查在这边呢。车头、人家厝壁倒拢还了了，可见弄了真正力，加在无造成其他人受伤。代志发生伫台南。今日日透早5点外，警方伫华平路甲庆平路口发现讲头前这台轿车红灯正月违规要甲砸，不过细心的查甫人无停落来，伫庆平路甲建平路去弄到人家厝的壁倒甲铁门。沈南四肢及头部擦挫伤，全案无其他人员受伤。沈南酒测值达0.85，全案依涉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侦办。啉酒赛车，搁红灯正月违规，警方伫早嘛无停，家己去弄人家厝，买酒犹原被抓到，除了爱付出啉酒赛车的代志以外，爱搁共赔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